各位朋友、各位街坊，大家好啊！好耐冇同大家見面啦。咁今期視頻咧，我哋就嚟探討下，究竟依家係唔係一個買樓嘅最好時機？點解咁樣講呢？即係如果大家咧一直有關注大陸嘅一個房地產市場，就應該會發覺房地產市場自從疫情結束咗之後，一直係低微嘅狀態，一直喺度下降緊嘅。有啲城市已經比高峰期打咗5折、6折，甚至咧有啲個別嘅樓盤啊，依家已經打到7折、8折，甚至低於佢嘅成本價去出售。因為咧依家好多開發商都仲缺緊錢嘅，需要資金回籠嚟渡過呢個難關啊！咁咧依家係唔係一個最好嘅買樓時機呢？咁我哋先講一講國家政策層面嘅嘢先，睇下國家嘅政策調控嘅目標係乜嘢。即係咧，我總結翻嚟就係有一個最重要一條就係咧，國家會俾房地產市場平穩咁落地。咁係咩意思咧？即係咧，佢國家允許價格喺度降啊，降到一個合理範圍之內。咩叫合理範圍之內呢？即係好似我哋投資股票咁樣啊，價格係隨住股票嘅價值而上下波動嘅。咁咧，投資買樓其實佢嘅品質都係一樣嘅，即係咧最終佢嘅價格會回歸佢房地產本身嘅一個價值。但係到底幾時先會到底？幾時我哋先可以捉得到嗰個最低嘅一個價格水平率？邊個都唔知啊，邊個都把握唔到嘅。只可以話咧，如果真正係有需求，譬如話依家買樓居住嘅，或者買嚟度假、買嚟養老嘅啊，咁啱咧呢個位置呢個價格我接受得到，咁你就可以出售。因為邊個都唔知道幾時先係最低，或者係咪依家就係最低啊？按照即係依家呢種情況嚟發展嘅話，明年嘅市場邊個都唔敢講清楚。咁咧，仲有第二條就係政策係咩咧？就係國家將房地產回歸住房嘅一個本質。咁呢個政策方向係咩意思咧？即係房地產市場唔會再好似以前咁樣大漲大落，或者咧炒樓投資啊一夜翻幾倍，以後都唔會有嘅啦。所以嗰啲諗住再投資房地產市場、再投資房產等升值嗰啲咧，依家可以死心啦嚇！回歸佢住房嘅本質，咁即係唔會再俾佢炒樓，唔會再俾佢用樓嚟投資嚟融資啊！咁咧最多就係你有錢多到擺銀行擺唔晒，買理財買唔晒，咁你可以作為買屋作為一種資產配置，起碼佢可以抵個通脹，仲可以出租收益啊！咁呢個咧，你錢多到咁樣，你可以考慮投資房產啊！咁咧呢個就係睇翻自己嘅一個需求嚟買。比如話我哋大陸，我哋呢邊嘅，如果自己有需要結婚嘅，需要一套屋嘅啊，或者小朋友需要上學嘅，需要學區之類嘅，咁啱你嘅出現咗，咁你就可以出手噶啦啊！咁我哋依家再嚟講翻依家嘅一個房地產市場出現嘅一個新規住宅4代住宅啊！咁咧，自從5月1號國家頒布咗新嘅住宅標準出嚟之後咧，依家多數起嘅全部幾乎都係新規住宅、新報建嘅啊！咁新規住宅同以前舊住宅有咩區別咧？新規住宅第一，佢嘅使用率提高咗，第二，佢嘅層高提高咗，即係以前2.8米嘅層高，依家咧要求最低都3米以上，普遍依家新建嘅都會有3.15米以上，即係佢層高咗，採光好咗，住起身冇咁壓抑啊！再加上即係佢使用率提高咗啊！以前啲開發商好多飄窗喺度唔幫你打嘅，依家起碼會打咗一半，將個走廊嘅位置同埋陽台嘅位置正進行咗一個空間嘅升級，咁使用率咧可以到達110%或者到120%之間啊！咁咧再講翻就係依家好多新嘅4代住宅咧，佢都會喺唔係承重牆嘅位置咧，盡量採用嗰啲咧全景玻璃或者一線大玻璃，咁採光咧佢哋進行咗一個翻倍嘅提升嘅。
比如話依家嘅大多數主人房咧，新規住宅佢會喺兩面牆做足嗰啲咧採光玻璃，270度嘅一個採光玻璃，咁採光比起之前得單面嘅一面窗，採光嘅提升咗好多，哪怕通風都好，空間感提升咗好多。所以咧，未來呢種新規住宅咧會越嚟越多，甚至成為市場嘅流行。以後買到嘅全部都係呢啲，所以話咧，如果你唔急嘅話咧，你可以依家咧關注一下呢個新規住宅相比於傳統嘅住宅嚟講，佢哋嘅使用力提升咗，空間感提升咗，居住體驗提升咗，同埋佢嘅小區。一般依家佈建嘅新規住宅，依家比較興嘅就係喺一樓先成個一樓咧做一層嘅一個會所一般會包含咗室內恆溫泳池健身房、桌球室、麻雀房、閱讀室呢啲。全部會喺晒一樓嗰邊做會所，供業主使用。咁咧2樓開始先係空中花園，做一個整體嘅一個抬高。就比如話珠海市區嘅嗰個華發天璽華發灣璽1號同埋正方嗰啲，佢一樓全部都做咗一個抬高。咁以前驚水浸到小區落大雨，但係依家根本就唔需要再怕。所以咧，如果你哋依家考慮買樓，可以適應咁樣，相對應咁樣，可以關注依家新佈建嘅新規住宅、4代住宅，起碼佢陽台都大咗，住起身都舒服咁咧，今期視頻就到呢度多謝大家持續關注。如果大家有想睇珠海樓或者有啲咩唔明白嘅，可以電話上邊聯繫我發一份選房攻略俾你哋。多謝晒大家。